蓮峰廟外有一塊大麻石，人稱阿婆石或黑衣婆石。佢既唔顯眼，亦非奇石，卻深藏住澳門一段血嘅記憶，成為華人反殖民抗爭歷史嘅見證。阿婆石位於蓮峰廟右側圍牆外嘅角落，據說係因為19世紀中期有位年長阿婆常喺石旁行乞，附近村民稱為阿婆石、黑衣婆石。1846年，葡萄牙海軍軍官阿馬流被派駐澳門，成為第79任澳督。在任期間，不僅向華籍居民強徵重稅、驅逐中國官員，更悍然推行一系列蠻橫嘅擴張政策，為開闢關閘馬路，拆去本澳古城牆嘅水坑尾門，穿過龍田村、龍環村，直通關閘小徑，一路上強行拆毀華人房屋，踐踏農田，評為村民祖訓，激起前所未有嘅民憤。但阿馬流卻絲毫唔在意。1848年，佢命人喺阿婆石上刻上葡萄牙國徽及年份，作為殖民擴張邊界嘅勝利證明。阿馬流嘅倒行逆施最終引爆民憤，近1500多名華人襲擊澳葡市政廳，華人商販罷市抗議，均遭阿馬流部隊鎮壓。彼時，龍田村村民沈志亮因親身經歷祖墳被毀嘅切膚之痛，與郭金堂、高德等義士秘密結盟，決心捨生取義，捍衛尊嚴。阿馬流本身好中意騎馬，而關閘馬路開通咗之後佢每日傍晚都會騎馬從事關閘馬路，仲會特登經過阿婆石，停低落嚟沾沾自喜咁樣望住石上面嘅葡國國徽。而村民沈志亮、郭金堂、高德等人深知佢呢個習慣之後，喺1849年8月22日傍晚，三人就喺關閘附近距離阿婆石冇幾遠嘅地方埋伏。當阿馬流同埋佢嘅隨從騎馬經過義士們就衝出嚟奮勇搏殺，最終阿馬流就被沈志亮等人成功刺殺，斬下頭顱同埋左臂。呢一場震驚中外嘅刺殺事件，係澳門近代史上華人反抗殖民暴政嘅標誌性事件，極大咁樣打擊咗殖民者嘅囂張氣焰。阿婆石上嘅葡國國徽已隨歲月模糊，但佢所承載澳門人民反抗殖民統治、捍衛民族尊嚴嘅歷史意義，隨住時間流逝，反而越發清晰，係充滿民族大義嘅見證。阿婆石亦成為澳門文化傳承中不朽嘅歷史地標。